有一个号做21世纪无聊男子的乐团，因把英国台语歌摕出来唱，加上家己的创作，最近佫推出台湾拉调工人的歌这张专辑，小解战后台湾工人的生活，嘛反映各时代社会环境。伊也讲透过这老歌甲现代元素结合，希望听乐团毋是少年人的专利，互每一个无共款年龄的人拢会当参与。 天上的音乐描写50年代工人欢喜出门，开始一天的工课。这是50年代广播局推销分州产品的分州歌。90年代台湾工厂渐渐刷到海外，台湾真侪工人失业，工人运动烽火遍地。这条乌唱那较时的歌曲，就是咧描写迄时的社会现象。21世纪无聊男子乐团透过翻唱这个歌曲，加上家己的创作，描写战后工人的生活。真侪咧感觉，想着讲咧台语老歌，拢算讲较浪漫嘛，较乡愁嘛。过去会当有一寡较浪漫的当然是嘛，但是咱嘛袂使讲哇，咱唱着这就感觉哇社会做和谐。因表示过去真侪老歌表面上是描写爱情、乡愁等等，其实嘛有咧反映迄时代的社会环境。因甲过去的台语老歌重新编写，掺入现代元素，带各族群的观众认捌战后以来70年的工人生活。你的顶一代吼，恁爸爸、恁阿公，因到底是咧听啥物歌吼？有一个彼此吼，会当有一个共鸣的所在，拉近吼这个代跟代之间的距离啦。因讲透过无共时代的元素结合，希望无论倒一个年岁，民众拢会有兴趣来听因的音乐，嘛要证明即马长时间听乐团活动，毋是干那少年人的专利。记者郭本社会林张玉水台北报道。